由市长委替代表对开机强盛等主委老建成手中接下富康巴士，这是庙方今年举办创建300周年社运礼道祈安庆祝大典，趁这个机会关证富康巴士和担市政府。市长嘛回敬感谢中，感谢庙方当年热心公益，用实际行动照顾弱势族群。来捐献这一台富康巴士，能够来发挥我们本身辛苦千岁本身一直在帮助社会的弱势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的一起来努力。一缸800几抓，安尼写是使用率很高。那事实上，谢谢我们共产党会当加护这台，这马上就我们的车队就得到生力军，会当提供给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，更较侪、更较大的帮助。这实在是善莫大焉，善莫大焉根据小局资料，淡市新兴总界有99000多人，目前全市总共有155台小型加1台中型的富康巴士，每一档平均提供28万车次的服务。为了保障使用民众的行车安全，市府会定期汰换年限超过10档的老旧车辆，对108年到达累计修建50台，并汰换56台富康巴士。小局感谢各界关怀，做好地方有需要的新兴障碍者。今日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